哦，检查是先坐着。哦，赞赞赞。哦，好棒好棒。第三位就是咱的黄姐姐，5岁吼，黄志军嘿。哦，优秀。年纪嘛有吼，哦，7颗。哦。就7颗的左右。哦，优秀。哦，高龄啊6、7分，高龄啊6、7分。国语吼，好，伊嘛通过对。哦，好诶。哦，国家先进都考上状元，优秀。咱这个郭长生吼，嘿。哦，以前国领又很丰富。优秀。咱这个母太太林文英吼，请选。哦。咱多来最后咱要求就是咱这个了解。优秀。